好，来继续来看中国第一架国产的航空母舰山东舰，连同另外3架军舰，为今仔日开始展开5天的行程，要去探访到香港。山东舰的官兵搁伫咧甲板摆出着4个大字。 国安家好，引起着热烈的讨论。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来报道，讲这个山东舰有300多米长，有20多层楼仔悬，是第一架中国完全自主设计的军舰。这架航空母舰嘛，代表着中国正式来进入着国产航空母舰的时代。啊，这个拜6礼拜要开放，予香港的民众会当去哩军舰来参观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